大家好，今次小卡想介紹一下深圳一個比較新嘅發展區，佢係近深圳機場嘅會展城站，竟然一日可以玩住滑雪、潛水、卡丁車，當中嘅室內潛水中心喺5月2號先正式開幕㗎咋。除咗滑雪場之外，相信我係第一位喺 YouTube 同大家介紹㗎。由福田口岸坐地鐵到會展城站，大概1個鐘頭24分鐘就到㗎啦。不過當日呢，我係坐的士過嚟嘅，大概1個鐘到啦。呢度有 One Cut 可以玩卡丁車，有晒賽道，128蚊人民幣可以玩10分鐘，188蚊人民幣可以玩2次。俾我就一人一架車啦，起碼可以好自由奔放咁兜返轉啊嘛。佢嘅隔離有一間喺剛剛5月2號先開幕嘅室內潛水中心全民環潛，都有好多人喺度玩俗稱美人魚嘅 free diving 㗎。而呢度嘅賣點呢，就係佢嘅潛水池有33米深，堪稱喺深圳甚至近埋香港最深嘅潛水池。其實今次嚟呢區，我嘅重點係去呢度華發冰雪熱雪奇蹟滑雪㗎。佢比廣州嗰個室內滑雪場更加大。我之前係用手機 app 買定1日任玩券嘅，不過提大家要格下價先喎，因為同一日唔同 app 嘅價錢可以差好遠㗎。我嘅套票係包埋頭盔、衫褲、鞋同埋 snowboard。我換咗飛之後，就喺佢開門之前，即係10點之前，已經喺入口等入場啦。你睇下，已經好多人啦。呢度有初中高級嘅滑雪道，初級係坐摩天上去嘅，而中高級就有專用嘅纜車。滑到咁上下就係午飯嘅時間啦。場內只係得呢間九龍茶室嘅餐廳，食物係香港價錢，但係都整得好食嘅。我哋總共叫咗3個餸再加白飯。因為覺得佢啲燒味飯唔抵食啊！滑埋下半日之後，去到5點，我已經覺得好攰啦，所以冇滑到最後，等8點閂門。於是去咗附近遊逛逛，發現有街舞表演。就係咁喺度過咗充實嘅一日。希望大家鍾意我今次嘅分享，下次再見。深夜裏的生活態度有 IG、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，歡迎大家 comment、like 同埋 subscribe。